如果你想要同其他人通過先到先得嘅方式預訂設施，撳搜尋設施，撳選擇運動。瀏覽設施，可以揀收費同不收費嘅設施。揀設施，撳確認，撳選擇地區，揀地區，撳確認。你都可以揀日期，撳搜尋。揀場館可預訂嘅段節，確定段節後，撳繼續。揀是否需要預訂其他設施，撳不需要。撳添加團隊成員下方嘅圖案。添加團隊成員，從朋友列表選擇朋友。添加後，撳繼續。你可以繼續添加團隊成員。你都可以刪除團隊成員。完成添加後，撳確認。閱讀並同意聲明。撳確認並同意。撳確認付款。揀付款方式。付款成功。撳列印。列印完成，請取回確認通知書。撳確認。你嘅申請已獲確認。